好多人避忌後事規劃，其實及早安排最安心。3招教你做好後事準備。第一，先處理好後事安排，趁早諗定最緊要嘅要求。例如使唔使搞儀式，想要咩風格嘅送別形式，揀乜嘢類型嘅安葬，例如土葬、火葬、環保葬等等，同埋預算大約係幾多。將所有細節列成清單之後，就唔使臨急臨忙做決定，屋企人亦都唔使喺傷心嘅時候煩呢樣揀嗰樣。第二，整理清楚財產分配，列明自己名下所有嘅資產，例如樓、存款、投資呢啲，再定好點樣分配。最好揾政府部門或者信得過嘅第三方做公證，咁就唔怕之後親人之間有拗撬。第三，亦都係最重要嘅，主動同屋企人溝通你嘅想法，唔好收收埋埋，坐低慢慢講清楚自己嘅諗法，亦聽下屋企人有乜嘢擔心。趁早傾好所有分歧之後，就冇人會亂估你嘅心意，大家都可以跟返你嘅意思去做，冇遺憾，亦都冇衝突。我哋有免費諮詢服務，歡迎隨時揾我哋傾下㗎。